今日介紹嘅就係 Xpower 聯成咗哥斯拉嘅呢個藍牙耳機啊，有我手上嘅橙色同埋藍色啦，行藍牙5.3嘅，咁個外形最殺食嘅地方咧就係半透明設計啦，好靚嘅，加上非常之輕巧啦，個盒咧係29 gram， 每一隻耳機咧係3 gram 嘅啫。有自動配對嘅功能啦，而電池續航咧，即係嗰個通話加埋播放歌曲啊，最多係可以去到5個小時嘅。冇錯啦，佢除咗聽歌之外咧，仲可以俾你講埋電話添。加上佢每隻耳機只有3 gram 嘅設計啦嚇，長時間佩戴嚟講電話咧都係冇問題㗎。雖然咁輕同咁細啦隻耳機，但係都有輕觸式按鈕，按鈕嘅功能咧包括跳歌啦同埋接聽電話嘅。支援嘅解碼格式咧，包括 HFP 1.7 啦、HSP 1.2 啦、A2DP 嘅 1.3 啦，同埋 AVRCP 嘅 1.6 嘅。用底部嘅 Type C 充電啊，而充電線咧喺埋個盒嗰度咧已經送埋俾你噶啦。哥斯拉 BSE10 藍牙耳機設計非常之輕巧啊，適合長時間佩戴嘅朋友使用嘅。呢件 X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啊，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啊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啦，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啦。詳情可以向 Xpower 客服查詢嘅。